来看高雄内门的野心动物学校，才开始试营运尔，开放式的园区设计，成真侪民众要来看动物。有民众要看这只野兽，找几步找拢无，才发现讲已经爬去树仔顶啊，也好奇讲这敢会选出去咧。园区表示讲，园区针对动物的特性来做防护，而且爬树仔是伊的天性，请大家放心。 他刚爬上去了，对，他被抓下。保育员动作温柔，将细致甲爬起伫厝顶的只野兽摸落来，一扛起伫树顶，又搁开始四界爬。最近有民众来高雄内门的野松动物学校要看只野兽，找几步最后才看到只野兽已经爬起伫一楼高的树顶。民众好奇，安尼敢袂选出去？动物园讲，爬树啊是以佚佗的方式，且民众唔能烦恼。它的树就是往上而已，它没有办法再离开其他地方，所以它只是在它的家在下面玩到。 1楼、2楼、3楼玩一下，然后我们的饲育员在做引导的部分，那个饲育周就会马上下来。 动物园表示，因为园区是开放式的设计，各大动物的厝拢会针对因的特性去做防护，亲像虎明、狐狸、蚊鼠的围坑，因伫土地都带2沿的网仔，避免惊走出去。野松动物学校自17开放网络登记试营运，已经全部拢公主文满。专工带囡仔要来亲近动物的家长讲，无论是环境还是活动体验，确实甲其他动物园真无同。 足特别的，因为别个动物区无狐狸通看，还是希望讲伊来当行迄个动物较亲近一点，卖惊安尼。到每个展区也都会有保育员在每个展区来做我们的动物的一个故事的解说，希望让我们大小朋友来到内门野生动物学校的话，可以是在一个尊重动物，然后来用一个比较亲近的方式，可以来认识这些可爱的动物。动物园表示，内门园区虽然强调会当做活动的体验，不过为着要保护动物，拢需要现场排队，而且有限制人数，爱遵照保育员的指示，且民众体谅。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永昌报道。